台湾民谣经典作品《望春风》到今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。最近，台湾历史博物馆以《望春风》做主题来办特展，把不同版本的即呈现出来，互大家来听，要互大家来了解到这条经典歌谣历史。因老歌手纯纯文下甲记录下的相片，结合现代 AI 技术，重现一代歌王歌后演奏《望春风》过去唱歌迷人的形影，互人听甲耳啊啪啪真少年。台湾经典民谣《望春风》对1933年传唱到今90档，随着时代演变，有真侪人改编甲演唱过。这届台湾历史博物馆以《望春风》做主题，俾互民众会使听到台湾历史老名的这首歌。强烈的印象是，每次从美国要搭飞机回来的时候，一上某家航空公司，就听到那个伴奏的音乐。原本只是一条足旧的歌，也毋过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风格，足特别的。由音乐人陈武贤甲李林秋创作的《望春风》，歌词写着男女感情甲世间的愿望，家家户户拢听过，嘛晓唱，所以红可测是地下国歌。在南中除了电视当年创作的首歌，甚至收集80张《望春风》录音的版本，去监测互动装置。官方表示，这首歌代表着近代台湾结合文化史。用一首歌的不同的时期的变化来看，一首歌在不同时期，它配合它的流行音乐的改变，还有时代需求的改变，究竟有哪些变化？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一首歌去看到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。这个在南到11月12日，民众会使用听甲感受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变化，甲观察无共翻唱版本的意境变化。官方讲，望这首优雅的经典民谣，会使世世代代流传落去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